这个安和村顶摆的村长哦，伊是叫做安和。村民带你平平安安，所以叫做安和村。个村长哦，伊是中国来，伊中国咧，伊是徛咧迄个梧州的，也是叫做一个安和村的。是由一个厦门的安和村长过来的，一起参加。啊，我有去 internet， 我查过，我知影，唔是伫福建迄个厦门边来。哇，大陆大搞我是无？我去 internet 哈，必须学好诶。我叫陈永发，我叫陈永才，我叫陈永福。本正是讲好我生两个就好了诶，妈哪会知第三个又过来哦？你袂记啊咩？迄我人个大囝出世的阵吼，我本来爱叫阿福的嘛，啊尾尾你讲爱发大。马路是安怎 ？S 罗欢喜来7个3伏，米是9点半有我阿水来甲你讲故事哦。